副总统表示，禁止用喷饲的政策做了无周至，恐惊会互病毒看开。另外，高雄宣布，拢改用饲料饲底，袂当搁再用喷。普发现金1万块有5种领钱方式，11月初5开始网络登记，会当伫咧 ATM 抑个邮局柜台领现金，上紧11月12就会当领着。空服人员破病，搁在上工刷飞行过往，因为航空警公布调查报告，讲事务长应变无周至，未来研究即时解除主管的任务机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搁落在台中5车饲猪场，一寡可能有问题猪仔究竟是走去倒位咧？这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讲，这28只猪已经卖到市面上，大约有3416公斤，介尔济。而且呢是大杯卖到小杯，小杯卖到散杯，已经卖了咯。有468公斤走到新北市的产业业。那高雄呢有甲300公斤的猪肉砸落来，也拢全部毁掉。那高雄也有砸。台南也有砸到这300公斤的肉皮，也拢全部已经销毁了。农业部强调讲，这28只猪拢有健康证明，无食安的记录。行政院也强调讲，这非洲猪只人未感染到，只是讲猪仔破病对这饲猪产业造成严重的冲击，会继续来监控这疫情发展。扩大来稽查猪肉来源，高雄市府到餐厅、市场大头，要借东南亚批发的超市以及网络团购实体店面，要求业者爱出示合法肉品来源的单据。因为伫前一天下晡，伫这个转运站就找到一批由台中5车疑似敢若是非洲猪只案场所出货肉品。总共30件，大约300公斤的肉也伫车顶，也被留伫市面。防疫人员随对车彻底消毒，肉片全数封存销毁。另外，台南市府也收到一批对台中入肉的猪脚接皮20箱，总共300公斤，也全数来销毁。业者已经立即办理退货，卫生局将于今天下午派员全程监督退货的一个过程，确保该批产品不会再流入市面。台中5车饲猪场标出，敢若是非洲猪只病例有28只猪，大约是3416公斤。经过一层卖出去，已经全部拢卖了啊！主要流入台中市卫生局清查，卖出去的23只猪，有13只是卖予猪肉的大头，也已经全部拢卖予人客啊。另外有19斤肉品大买商买8只，也全部拢卖出去啊。就连外关市买这个肉品做成半成品，卖转来台中也拢全部卖了咯。卖回台中市有4家卖过来的半成品了，目前我们查到也都全部都售完了。农业部讲，非洲猪只毋是人畜共通的感染病，28只猪拢有开这个健康证明书，无食安的问题。对着其他的饲猪场健康猪只影响，则是有风险的。所以讲，农业部下令全国猪只禁运，禁止抬5天，而且以5天是一个期程，延长到15天为限。对这大量使用猪肉、便当万猪脚的业者来讲，那5天无抬猪，供给量袂有问题。偶发事件，它不是全台在蔓延的，所以也不需要有那个多余的那个顾虑。彰化这间烤肉饭店，连到头一天早起就出现真侪人排队，业者讲库存5天量要有够。可能进沙的时间更长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在怎么样？可能我们就会在配合政府的那个进沙的状况，然后可能必须要点球。行政院办办公室讲，非洲猪只真后拖，那一直拖出去，恐惊影响我千亿台湾饲猪业，会继续来监控疫情，加强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避免这非洲猪只疫情拖开，继续追查台中5车饲猪场。台中市政府强调讲，这间饲猪场因的喷是拢有煮过，目前还佫伫咧评估，敢是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总统赖清德和环境部拢讲，目前全国清运喷是照具体模式，避免增加这病毒拖开机会。高雄市也宣布讲，会辅导业者改用饲料来饲猪，未来袂当用喷。那这台东和云林也拢提出自主防疫措施。台中市5车区一场大喷锅利用饲猪场利益爆发亲像非洲猪只，外界即期稳状疫情，圣诞猪农后生出面表示，一开始用药控制有效果，就是先拒绝台中市动保处采检，验过后来死亡率就117只，20赶紧主动通报，无稳状的代志。看我能控制降落来无啊？满那三只。逐工有啊。根据台中市环保局记录，这个问题猪场使用的喷拢有合格萃取，并无异常。高雄市因为非洲猪只宣布会全面辅导改用饲料来饲，
未来袂阁使用喷来饲猪，每年的喷会由环保局统一回收。也毋过环境部表示，全国喷清运的方式无变，火山上喷单位机构依然有方式运三个，建议也卖由用堆肥生活方式处理。我们是以优先再利用，包括像作为这个堆肥或者是厌氧消化的一个能源化，或者是用黑水虻来做这一个另外一种生物的处理。另外，敢要禁用喷饲猪，台中市表示，目前遵循中央法规，200只以上饲猪场会当温存喷高温催煮了后饲猪，未来会各做评估。总统罗强就表示，中央电信爱联手度过关键时刻，目前禁用喷饲猪，可能会增加病毒传播。现在中央在考虑，那台中市政府呢，我们也在这个评估跟研究。如果贸然禁用的话，厨余到处流窜，暴露在自然的环境下，病毒的流窜传播会更容易。台东县府宣布，除了全国禁台禁运令，后11月26日进前会禁止外县市猪仔到台东县肉片市场拍卖，后手敢是解除，看疫情状况来调整。禁运禁宰的时间过后的1个月期间，我们希望台东不要境外县市的猪只。那目前有经过农产公司跟养猪还有肉类工会这边的协调，目前我们自给自足的部分是足够的。市立大关婚姻馆也传咧等伫61线西边快速道路甲关到153线引导设消毒站，凡是进入关内的货柜车拢爱停靠消毒，全面防止疫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是连假的头一天，全台湾拢受到这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天气是湿高冷，也那南部是多云的天气。北部这方面水汽较济，宜兰大台北地区继续在咧落雨，甚至是落甲真粗。啊，那这海涌也真大，甲海洋废弃物拢升起来大部分的沙坡。来讲到这台铁三条那甲大华之间又过这山架放落来，地区到这台铁边溪线连假3天拢是暂停营运的。刚好连假头一日受到连续落雨影响，台铁3条岭车站到台华之间会遍布有骨动的情形。为了确保行车安全，24早起8点25分一直到26礼拜日24点为止，并溪线暂停列车营运。台铁公司启动公路转接措施，协助旅客来往平溪线各站，包括瑞丰10分仔、芒果、岭卡、平溪甲正东顶站，都采取隧道头方式行驶。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强迫效应影响，那山顶强风大影也将海洋废弃物拍就家人大部分沙坡。规沙坡拢是塑胶管啊，希望溪区玻璃拢甲水查等海洋废弃物，就算出动机库清理挖坝洞的海漂粪扫，估计也要1礼拜才有可能清得完。大型的垃圾的部分废弃物，我们也即将在2到3天内就把它整理完毕。那有更多的细节，我们之后再继续的整理。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这方面的水汽较侪，北部、东北部甚至东半部地区分量也较高，中南部地区是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也可以当看到日头。明天的话，在基隆北岸、大台北跟宜兰地区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那至于整个温度方面的话，在明天虽然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不过温度回升是蛮有限的，所以在下周3之前的话，各地早晚都比较偏凉，低温大概在21到24度左右。气象署提醒，礼拜2会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温度比这波会阁降1-2度，一直爱到礼拜4，东北季风减弱了后，各地多云到好天，气温才会回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卖票大厅内底4家拢是人，拢伫待候补。受东北季风影响，金门的门小3通航班却是开停停。23早起有第一站复开，不过中途一个话停，一直到24海上稳定，才恢复通航，并且加开准班。我们5点多就来，要去大陆。要去大陆。先买400多号，后面还有1000多号的。6点多就来补到这样，那一班船有300个啊。对啊，我们这差不多第2班就会下班船就会了解。民众早早就来排队等真久。另外，讲好这连续假期头一天，各地景点来陆续出现游客，尤其为了避开北部地区的风雨，像是台中的龙园度假区，正拄就是万圣节的期间，真侪父母拢带囡仔出佚佗。过路南到台南的安平古堡，也有老龟，也4家拢是游客。台南很多好吃的，蛮休闲的，刚好这个天气太阳没有很大啦。
连假大家出来佚佗，也造成国道车流真多。24早起，国三中寮崩坑内底传出真侪车连环车祸，敢若是开车的人无保持安全的距离，无小心弄到，造成严重塞车情形。警方处理点外钟，才排除路况。为了确保连假期间国道交通有顺畅，高公局提醒特定路段甲时段会实施引导控制。明天早上主要还是会有南向的车潮出现，那建议使用西部国道的民众可以在6点前出发，或者是中午12点过后再出发。那国5南向的民众也建议可以在早上5点前出发，或是下午5点后再出发。那在替代道路的部分，国1、国3可以改走台6E，那在宜兰往台北地区则可以改走台9。由北部地区天气无稳定，除了呼吁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也建议民众多多利用这个较无人行的时段甲路段，也是使用公共运输来代替。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森林铁路在户外好24早起经过德行湾桥32号边高道的时阵，数一台奥多拜撞过边高道弄断德高，害这火车去弄到这长期德高。骑奥多拜是62岁妇人人，这场意外叶面也受伤啊。平交道警灯音已经正常作动，遮断杆也已经放下，但仍遭闯越平交道之机车撞击遮断杆，造成遮断杆折断弯曲，手车大灯及车厢侧身破损。对这个画面会当看到，讲这骑奥多拜的妇人人看到这德高就算放落来，又往继续骑，火车拄好经过，加在这妇人人已经溜到另外迄边，无叫火车弄到。不过这奥多拜弄到德高也去毁掉这火车的车厢、焊车顶拢有损害。警方表示讲，这妇人人是细心才会造成意外。啊，若这桩事故害火车慢分慢31分，临时基本支处讲会请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办理，也会甲这个妇人人讨赔偿。民众上界关心的这普发现金1万块网站正式上线咯。行政院昨暗有举行记者会，公布安怎领，也有一个时间有5种的领钱方式。1月初5开始，网络登记也会当去到 ATM 邮局柜台领现金。特殊族群已经有做册免登记，也若有领政府津贴年金的人，也会直接汇入去你的口座。上紧1月12就会当领到，到明年4月30。不过呢，也是有这诈骗集团利用这个消息，已经有民众哄骗50多万咯。你刚领的钱都在这里嘛？哦。警员为女子的皮包撬出几张的提款卡，也有一大沓的现金。这个马国籍女子利用上新普发现金1万政策诈骗民众。嘉义警方9月初协报有诈团打电话给民众骗讲亲戚会当代领普发现金，民众误信哄骗，寄出假金普啊甲提款卡，结果互盗领51万。警方抓到车手，也毋过港党也未抓到，会继续追查。希望人民跟政府一起来防堵所有诈骗集团的不法诈骗，就是10000.gov.tw 这个网站才是合法的管道。行政院长邓英泰强调，政府官网唯一认证，提醒民众唔通听信来路不明领钱的管道。行政院已经公布领的办法，包括国内现有户籍国民加出伫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另外无户籍国民加6港澳外籍配偶，只要有居留许可就会当领。驻外公务员有咱国籍的惯习，也有明年4月30进前出示的新生儿业务。第一种方式是登记入账。那这个大家一般民众通通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的网页去上网官网登记。普发现金1万会比照112年普发现金6000，采登记入社 ATM 邮局领钱1月之效。甲偏乡地区特殊族群做册发放，5种无共方式领。登记网站已经上线，也毋过11月初5到初9按身份证尾数分流登记，册册起都无设限。然后我们有5天的分流，在11月10号之后，任何尾数的号码、任何身份证字号、统一编号都可以在那时候来登记。登记日效部分11月初5开放登记，上紧12日效。ATM 领钱11月17开放，教育局11月20开放领钱，明年4月30进前拢会当领。财政部也阁提醒，政府未主动发简讯通知领钱，也是登录，也是要求到 ATM 专销，请民众细理诈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中西区一间正出名的法式餐厅，昨中昼有13位民众去用餐了后，就来出现吐骨头的镜头，其中10个人有去互医生看，真有可能就是食物中毒。台中市政府已经启动调查。
有13人至餐厅午餐后出现腹痛、腹泻症状，其中有10人就医，经治疗后均已出院。食安处已前往餐厅稽查与采样，检验结果最快2周后出炉。业者第24声自主停业一天，台中市食安处表示讲，现场稽查发现这温度记录无老实的问题，检验结果上近2礼拜出来。若准验到病菌会当罚6万到2亿，若准人体含实在检体拢验出到同款的病原菌，就移送侦办。南投埔里第3市场附近一大新建案，互厝边和附近的店家拢指控讲，因起厝的过程造成因厝内的壁拢壁开，甚至地层有厝震动的情形，有10户出现这款的问题。业者所拢避起来无要处理，那南投县政府是认为讲，这已经牵涉到公共安全问题，下令业者停工。也出现真大撮的壁笋，连砖头啊拢存了落去，有徛过是地板的泰路碰过起来，住户是真不满。南投县埔里镇第3市场附近一个兴建的集合主体，互瓦军的徛家甲店头指控讲，施工的过程中损害南昌街、东华路甲中正路这4区位啊10间厝。后太袂惊，但是啊，连要去厕所嘛，去着嘛，感觉单板是讲，咱毋知挡会调袂调时间，人啊叫福利嘛无一定。装爱卡，迄装用拢别调哦，拢别安尼，顶悬嘛是，下面嘛是。民众讲，这个建案是2024年吹动工的，了后附近的住户陆续出现壁拢壁起、地层、厝震动的情形，话店头水管也破去，水费加真济。讲建设公司虽然出面协调，其实无好说明修理赔偿的代志。墙壁跟我的整个地层都往前滑动，我的墙面地面开始漏水，我发现我的水一天的度数跑了大概5到6度。因为有公共安全之余，所以我们是依据我们南投县的损害事件自治条例，我们会在下礼拜会发文勒令停工。结果进行无处理，建案业者回应，南投县府是强调，因为牵涉到公共安全，依照建筑部施工中损毁邻房事件自治条例下令业者来停工，并且要求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工会来鉴定，判断是不是影响建筑的主结构，维护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潭做大水，到今也满1个月啊！这个志工慢慢退场，也那这花莲县长市前未宣布，和劳动部合作启动天然灾害临时工措施，要找做3个月天灾临时工，1个月上侪做150点钟，1点钟190块。这工作内容包含着重建家园、环境清理，还有搬物资。今天早上拿的。甲一套炒现满的野菜采出来，卖鱼的嘛开大在做生意。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地栽满1个月了后，讲好第一市场陆续有一寡大商开始采单。外围的鸡肉店的业者讲，看到附近的居民便当食较鲜啊，因饼甲差不多啊，决定较紧来营业。你没有赶快营业的话，这里的人他只能吃便当，还有一些物资。他们这1个月以来就很可怜。摆摊位，我们是鼓励，我们希望把观雾乡这个商业行为赶快做出来。如果这段期间我们是没有收费的，不过嘛是有真侪民众厝内灶卡嘛是无法度使用，必须要靠乡公所发放的便当。工作人员是以各层头作单位来发送，其实内面有一寡人是花莲县政府和劳动部请的天灾临时工，嘛互在区无头路的人会当得到短期的就业安置。这样的一个薪水够您的生活吗？不够，像我们这边的人力也不足，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来这边一起工作。花莲县长市前为嘛伫社群媒体发文讲要请人，这出天灾临时工的工课是包括家园的重建、环境的清理和物资的搬运，拢总3个月，每个月上悬的工时是150点钟。时薪8到开放式的所在登记报名。待业中的人其实都可以，他也没有限制说你的户籍一定要在光复，但是如果是光复的乡民的话，我们还是会以光复乡民为优先。马太安溪帮山湖伫解除红色警戒了后，林保署花莲分署是监测到即卖的脱水量是维持伫150万吨，水是稳定对溢大水的口流出去，目前水尾800公尺处，形成的细的帮山湖已经伫溢大水了后无去啊。另外，伫雾溪水头的影口帮山湖水位嘛稳定百态正常，负责港澳的机构日是已经进场。刷坡可能要进行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
够开始进行那个现场的挖掘引流工作，顺利可以引导这个自然消弱的这个坝体，那最好。如果效果有限，我们就会启动第二波，就是把那个坝体再降挖。林保署发言分署讲，若天气会使，25会开始做路坡的作业，先拄4个犁仔加骨的石地，嘛严密监测水位含降雨量，嘛提醒台北线进行隧道西出口引水的路段，含东出口到牡丹桥溢大水的路段，即嘛是持续封起来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过了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的灾情，国土署呢含89户灾民开会，讨论讲这临时住所要安怎来处理。不过灾民讲有真侪人因兜呢，有关是受损严重，却是无伫咧89户这名单内面。咱来听这公视台记者郭碧君、林坤明伫现场安怎讲。花莲马太安溪崩山蚵仔情到达已经超过1个月，即马也开始讨论中介处的问题。记者即马伫咧国土署的中介处议定地之一，也就是大屯公福居宿舍。昨国土署是参89户中介需要1年以上的同灾户开说明会，讨论第一阶段中介处的计划。但是咱是访问到无伫这89户名单内底，但是徛过同款受损严重甲无法度大，即马移亲的灾民，也有参加昨的说明会，咱来听伊的看法。很多人他们家里没办法住，可是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还是睡在家里。他们虽然没有淹那么高，可是他们也不会说被淹的程度没有说很小，也是蛮严重的。他们有时候连家里的门啊、窗户啊、里面的格局啊都有被冲坏，已经属于完全不能居住的。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被编列在中居屋这个部分？目前官方统计89户同灾户当中，有40户有意愿住中介处，但是张先生就指出，有真侪户也受损严重，需要中介处，但是无列入名单，这个需要政府继续评估。因为中介处预定第一部分，目前按算会征收大屯公福居宿舍，这只需要重新整合就会使住，会规划11户。因为大政国小东边的空地会用组合厝的方式规划30户。目前按算这41户的中介处会伫12月开始陆续完成，会伫灾民中建家园完成之前，也是找到新的永居处进前有一个暂时通大的所在。以上是公视台记者郭碧君、林坤明伫花莲国福乡的连线报道。日军军团一台 CM-11的拥护战车行早起5点外，伫咧执行机动任务的时阵，经过新德县台一线明星科技大学附近，这落架路段呢，这正兵咧大速来登记，战车规台就变甲袂顶袂动啊。军方是随出动吊车来处理，加载无造成交通事故。对这个画面，咱当看到讲，这吊车当咧处理这台这拥护战车，也因为这战车真大台，沿路经过民众是拢真好嫌。军方表示讲，战车已经调登去营区检修，这阵以外无造成交通事故。也强调讲，任何情形拢是训练的一部分，会加强维修保养和演练。美国总统川确定会去南韩参加 APEC 峰会，10月30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川讲可能会讲到这台湾议题，但係驻美代表处就表示会甲美国保持沟通。美国白宫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30早起将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南韩举行川习会，这是川普第2任期第一遍甲习近平面对面会谈。拄好美中关系前，川普讲，反弹呢将会是上优先讨论的问题。We have some big issues like with the farmers and various other things, but the first question I'm going to be asking him about is fentanyl,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at the end of next week because I'll be meeting next week, as you know, along with. We're stopping in Malaysia, we're stopping in South Korea, we're stopping in Japan. I'm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ctually in South Korea. 川普进前讲会中应该讲到台湾的代志，外界认为川普可能为着要甲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甲台湾摕来做谈判的条件。咱驻美国代表处讲，会甲美国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咱代表有代理北讲，看袂出台湾会互人摕来做交易。Communic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very fluid, it's very close, it's very open.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we are doing what we can to prop up our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It's too much trouble for Xi Jinping to try to
attack Taiwan by force. 有台女讲，咱国继续甲印太地区伙伴合作，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协助习近平侵台。因那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官房长官穆元仁讲会维持以前的立場，繼續加強台日交流。台湾は我が国にとって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來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ります。外交部長林佳龍對此表示高度的肯定甲歡迎，強調會繼續推動台日關係的發展。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國旗講要加強推動兩岸關係推進統一，即中國對金門敢會利用經濟來建立管轄權呢？有學者是認為講，特別是中國想要佇咧金門、廈門中起一個下海大橋，明年要啟用這廈門的雙安機場，但台灣佇主權的部分就要堅持。中共四中全會23秘書審議通過有關10個國會會的建議，注重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也毋過社台論述部分，規劃建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統一。路透社報道，台灣關切北京敢是會透過加深甲金門的經濟融合，想要建立事實上的管轄權。對於相關的管轄權的問題，我們是非常重視跟在意的。啊，那我們也會持續關注對岸的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金門人支持兩岸融合示範區的發展，也支持金廈同城化的共同融合，讓金門的經濟發展更好。那當然，金門是屬於中華民國管轄的，這個當然是毫無疑問。不要想要消滅中華民國，把金門納入到中共，納入到第15個5年計劃。這是嚴重的侵犯到中華民國的主權。陸委會肯定陳橋丁的講法，學者分析，中國最近幾年積極推動兩岸促進發展，金門馬祖因為地理位置倚近中國，成做首要推動對象。尤其中國想要起金廈跨海大橋，甲明年就要啟用的廈門雙安機場，攏可能衝擊咱國國安。中國想要試圖去勾勒的一個效應，是希望借由這樣變成既成事實。那台灣如果透過自己管轄權的堅持，我覺得這個是目前可能我們必須採取的策略。學者表示，中國想要透過單方面基礎建設，對金門地區造成政治甲經濟上的影響，相關政策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也毋過實際作用無大，另外中國也一直透過海警船執法，想要形成台海內海化的長手骨管轄概念，對台施加壓力。咱國愛堅持主權，避免紅沙南參。公司新聞採訪報道。中央航空空服人員判病，擱在上班，最後卻不幸過往。中央航空今日就公布這調查報告，講這事部長應變無周知，未來研究即時解讀主權進步機制，年底進前會調整這考績制度。因為這空服員職業工會是呼籲中央航空制度檢討唔通拖，並對空服員的訴求憑公關處理更較重要。中央航空空服員破病執勤返台就醫了後回信，代志拖小幾日了後，中央航空出面各種回信咧，上路啟動精進措施。二是公布調查報告，首先肯定細順空服員對職務負責，認為事務長當下應變不足，會強化機場即時解讀主權任務的機制，佮堅持考評制度，增加空服員請病假的時間。真正應該檢討的是什麼樣子的制度，什麼樣子的請假制度造成這個空服員的壓力，造成他結構性不敢請假的壓力。這個問題並不是個案哦，全長榮航空的空服員都有面對一樣的狀況。對這份調查報告，工會強調，中央的空服員只要請假都會面臨多重的處罰，認為病假特休攏無應該封口扣職。發聲中央唔通拖延結構性的制度檢討，為了確保職災勞工甲家屬得到應該有的補償，勞動部表示明年會推動職災相關的法律權益協助方案。如果是重大職災死亡這樣的案件，勞動部也會跟法扶基金會來會商，朝向以不審查之力直接提供協助，也會協助職災勞工家屬代墊假扣押程序中的擔保提存費用，2個禮拜就要提供一個減低的初判表給勞方，那這個勞方就可以用這個某個程度上就是讓那個受害者可以知道說法律上初步的看法是什麼，我覺得有幫助。勞動部強調，方案實施了後，會在職災發生2禮拜內提供職災初步分析表，由律師專程回應法律輔助。工商團體認為，這個方案對弱勢職災勞工確實有幫助，不過這只是後手的職災補償，上重要的是職災有防。公司新聞採訪報道。
查甫艺人闪做兵的事件检调继续伫咧追查。最高检察署指出，讲即寡有出名的人呢，享受社会资源，选用这无正当的方式伫咧闪做兵，严重破坏兵役制度的公平性，爱甲因追究。也建议讲，爱求关这法定刑度到7年以下，或者被告袂当用罚金来代替，避免类似情形搁再发生。艺人闪做兵的案件持续烧，检方最近发动第3波的行动，包括艺人陈碧林、邱吉凯和昆达等人都已经认罪。最高检24阁发出新闻稿，指出讲少数知名人士是充分享受到社会资源，所以用无正当的手段闪做兵，严重破坏兵役制度的公平性。检察机关应该愈严愈紧来追究。只要是重大不当的违法逃避兵役，我们一定会严加追诉。法院判决太轻的，我们会依法提起上诉，我们一定会上诉。最高检也公布闪做兵案件相关的数据，111年妨害兵役的案件拢总543件，越南闪做兵的类型都有141件，占比差不多26%；112年妨害兵役的案件910件，闪做兵都有219件，占比是24%。最近5年闪做兵的案件占比差不多拢伫15%到26%之间。国讲66年来规则病例得到免疫的，敢若48个人互查到。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役的一个大前提，国家安全是没有办法去维护的。对于我们现行的兵役制度，我们也希望全面来做一个检讨，让逃避兵役的这样子的问题以后会渐渐的减少，甚至于没有。对113年义务役的役期开户到1年甲单，闪做兵的案件已经对103年到112年间，平均是105.1件，增加到133.33件，有增加的趋势。为了阻止闪做兵的状况一直发生，最高检是建议修法，提高法定刑度到7年以下，让被告袂当用罚金来代替。兵役上的这个公平性以及所谓战力的维持我想优质的这个退伍人力仍然能够纳入在后备役中作战时的随时达到的一个高标。专家认为，除了法规的调整，嘛应该强化予役人对做兵有认同感和公平感，不是单纯的义务和责任尔，可能安尼就会当改善像这种闪做兵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检署针对加热分载具的电视规定，对1个月前未当实体或者是图文电视，到最近发布行政函释，允准用图文的方式来表现，或者反分团体批评讲这政策大东西。针对这部分呢，这卫福部长赵宗良强调，允准通路商用图文的方式，就是要让民众看清楚，这政府允准上市的加热分载具，避免有违法物件含伫内面。也讲未来的研究修正分害防治法，要求标示警告。美商的加热粉正伫超商在卖，但是因为粉片的外包装无依法标示尼古丁的含量，互要求落价，引起关注。另外，国检署长沈正芬进前捌受访表示讲，加热粉的载具袂当用实体还是图文电视，但国检署顶礼拜所发布行政函释，以保障消费者知影粉片的品牌和介绍做理由，同意会当依法做必要的电视。这互反粉团体批评讲，根本就是政策拐一个大弯。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电子烟跟加热烟这些新型烟品是烟草公司让下一代年轻人继续抽烟的最主要的武器。我们很遗憾的，国民健康署配合修订，让他们可以上架展示，大辣辣的秀出来，哇，那个载具很漂亮，很美观。那你小朋友一进去超商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觉得，这什么东西啊？是如何？他不把它当烟品，他把它当这个好玩的玩具，他想办法要去把它什么买到，那他是不是就刻意的宣传？家长团体嘛烦恼讲囡仔会互载具看起来真流行的外形盛气，结果食粉食甲条条。对这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讲，会准通路商以图文的方式来陈列，是为着要互民众看好清楚，看对一寡是政府许可上市的加热粉载具。审查完之后，如果你又不让他明白的展示的话，那就会有鱼目混珠。我们核准的就是这4款而已，一定要让民众清楚，政府所许可的组合元件只有这4款。赵宗良强调讲，用来食粉的器具应该比照粉品来管理，除了辅导业者，未来嘛建议修正分害防治法，比照一般的粉品，要求标示警示的图文。记者综合报道。
在了5车市场场检出到非洲猪瘟血栓阳性，这代表讲这病毒出现伫台湾啊。农业部下晡有举行中央灾害应变会议，部长陈俊贵就表示，目前全国75到80%的市场完成检测，全数正常。不过伊也讲，目前是较紧张的阶段，若准感染就会伫这个时间点来发病。沙坡顶面出现死烂去的猪仔，23下晡民众通报马祖北间钦北沙坡有海漂猪仔出现。防疫人员封锁现场，采样了后就地烧掉甲消毒，是毋是非洲猪瘟阳性也来检验。本岛继续是防毒疫情摊开。农业部讲，第一波市场检测已经完成，75%到80%，拢无过样。不过对这阵起却是较紧张的阶段。潜伏期发病大概是4天到15天，目前正进入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如果会开始发病，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病。全市200到499只猪的猪场必须通报的无正常死亡率是3%，不过5车市猪场死亡率拢已经超过30%才采检，是毋是属实的？陈俊贵强调，现阶段无追究责任，而是爱全力来防堵。所来调降这个无正常死亡比例，300只猪的市猪场原本爱49只才通报，正式降到6只。我们更有警觉，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是用最高规格的方式去调查我们可能的这些病死株，然后也会做必要的一个抽检。即阵病毒检测也伫进行，也未分离出病毒。不过现有的资料显示，毋是重组基因的病毒，而是较像普通流行的病毒株。还是属于第2基因型的一个非洲猪瘟的病毒株，在2007年首次进到欧洲之后，到了俄罗斯、到中国，以及到现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主要的流行株。学者认为讲，这是防堵重要时期，一定要全力在第一时间该消灭，避免拖到野外。如果进一步的散播到野猪的族群，那台湾可能就很难成为非洲猪瘟的非疫区。因为野猪我们永远也杀不完。农业部讲，山内无排除进行第2轮检查，也若对这摆无正常猪只互诊断为肺炎，真可能是非代表性症状造成第一时间是难以研判及时采检。农业部讲会制作图卡，凸显发病的特征，提供予饲猪的人甲现场的兽医师更加好用检查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各县市针对非洲猪瘟预防措施唔敢大意，新的讲完就是用猪肉做的，业者讲会加强管理食材。即摆也因为禁止用这喷来饲猪，新德市的环保局也拜托厂商增加逐工喷的处理量。猪肉经过机器哪搅哪和，一粒一粒的讲完就完成啊！佮用推啊豆豆啊拍，手工炼出来的讲完。用猪肉做原料的新德讲完，业者讲拢是用冷冻猪肉做的。政府禁止台猪的这5天，袂去影响因生产，邀请原料厂商加强食材管理。不过这段时间也是烦恼，会影响贡丸的销量。因为我们做贡丸的业者都是使用冷冻猪肉在使用在制作，然后短期因为农委会公告的说这5天禁运禁宰，对我们来讲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影响性的。不过也是希望说尽快能够把这些事情给解决，才能够解除大家国人的疑虑。这样除了加强管理猪肉来源，新德市伫处理油喷这部分，环保局也拜托厂商也甲原地1月日处理300吨油喷，伫禁止用喷饲猪的这段时间，提悬到450吨。机关血药那个团扇的部分，过去是由养猪户来去收集，那这边我们环保局就委外厂商来协助，所以会进到我目前的处理厂来。目前我们的设计处理量大概就是1个月300吨的部分的处理。那因为我们这是非洲猪瘟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加班，把量能提高，最高可能到450吨。环保局指出，新德市目前1月日油喷的数量大约会产生800吨，扣掉厂商处理了后，剩的350吨会进行掩埋，也是送焚化炉烧掉。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大家尽量把饭菜食完，减少防疫期间的油喷问题。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南投有一个原住民族园区，今仔日开播，说断着国内的猪仔禁令。园区内面烘猪肉的餐厅，即马是改做烘羊肉，也让明仔载要举办的烘肉活动，也甲猪肉换掉。
无法度行大滴，只好改行羊肉。南投县原址盐园区巴布乐园拜五开幕，内底原住民餐厅是由一定摕着行猪认证的师傅来经营，要互游客食到上传统的原住民行猪料理。想袂到国内传出非洲 DJ， 开幕改行羊，互大家感觉有淡薄仔可惜。未来在原民处这边，再给我们多一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去上这个考全养或者是考俄语的课程，那让我们有更多的技能。可以烤鸡啊，可以烤羊啊。相对的，我们有一些流水的部分啊，菜类啊，猪肉部分可能这几天还会先略过，因为毕竟平常也蛮常吃猪肉的，那就换一种肉来吃，其实也不错。南投县政府表示，部落的行猪师傅除了行大猪，也会晓行鸡、鸭、鱼这食材，而且拢是摕到行猪认证的师傅，也经过原住民料理、板豆中破塞训练，面对 DJ 因也是真有竞争力。我们的烤猪职人平常就有代烤的一个服务哈，其实我们在今年也有培训我们的烤猪职人，有第二个专长哈，就是我们原风流水席中破塞的一个训练。未来因疫情或是相关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烤猪职人必须有更多的一个技能。南投县府也表示，拜六原本要伫园区办青人行大猪活动，但是因为 DJ 事件影响，也会改做行肉活动，改行羊肉、鸡肉这食材。记者邢品仪南投报道。家己中部一位农民4年前，家己园内面所有槟榔树拢错掉，改种这苦地树，种300多丛，结合着家己大学一个农改场的专业经验，利用这优先种植，会当增加产量。向来参访的校园小概无共方式种出来苦地籽，家己县中部乡苦地有产销班的农民区远期，甲槟榔园改种苦地树。经过适当的改良，甲优先的种植，产量是翻几啊倍。2022年那一年应该算是没产量，因为我接收过来以后，我就废槟榔嘛，槟榔废园。然后从第一年开始采收100公斤，去年300，今年应该最少有600公斤以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采了500多。你剪落去都差不多有负担的，拄好先会较厉。像咱过去嘛是爱收果到尾伊会较厉，讲求伊品质，不讲求伊量。苦地坡地壳摕来做肥料，园仔内嘛无拖草，保持土白的水分。采收了的苦地树，搁用一台肥来照顾。这6.7分地的苦地树园，为进前种槟榔1档3万的租金收入，即马变做有100万的产值。用叶片施肥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把易肥自己发酵，所以我们喷洒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人体都没有害处。一块营养液吼，还有一块有机的栽培吼，安尼看起来我感觉这成长嘛拢真好。嘉义县中部乡除了是国内苦地油的产区之一，嘛是台湾主要的槟榔产区。区湾期为家己对健康的需求开始，用心栽培好的苦地，搁研发多元的产品，希望为在地农业发展甲槟榔转型，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人讲这新庄大仙安的故乡有2个哦，一个是桃园的大溪，另外一个就是新北市的蘆洲。这蘆洲区公所呢，逐年拢会举办这新庄文化节。今年除了有家庭表演、新庄体验活动，还有市集，一天就吸引3000多人去遐参与。几排新庄出来展示，这是新北市蘆洲，互人讲是全台湾上济新庄的所在。区公所讲，蘆洲的人会讲是新庄的故乡，爱对清朝讲起。当时有一位对福州来的师傅，载家己摕的红仔头来到蘆洲，有龙女、七爷、八爷、善财等等拢总有6尊。后来目的宫搁去福建订光辉和万里2尊新庄，开创蘆洲8大新庄的历史。蘆洲是咱新庄的故乡，咱蘆洲内底有100几尊的新庄。自清朝开始，迄个商人有摕迄个神像头来卖，咱自迄当阵开始，咱就神像一直发展起来。所以蘆洲是新庄上济的所在。哎，对，进前差不多100桶，即马大概150左右啊。为着要宣传蘆洲的新庄文化，蘆洲区公所逐档拢会举办新庄文化节，让民众来体验耕新庄。一般正常的新庄是40至50公斤，为着要让一般的民众甚至是囡仔拢会当体验，嘛有专工改良，减轻一半的重量。原本有40-50斤哦，现在我改良以后是27斤，你这个扛得起。很有趣，然后想来看一下这个泸州以前的那个神将历史。肩膀那边有点重，
然后就是走起来，如果不是很常穿的话，会很不适应。好，来10代了，好，雷雨大先生的声音。 现场也有举办跋杯活动，有民众前往连续11个圣杯，并头奖5000块的礼券，邀市集车师傅免钱画糖、捏面红仔，互囡仔食，体验庙宇的文化。泸州区公所讲，一天的活动落来，拢总有3000多位的民众来参与，会当讲是办了非常成功。记者陈宣、曾俊佑新北报道。 咱台湾有一个所在引起外国记者的注意，就是去年才重新开放游客去到位的金门大啖。这个岛呢，真正互人讲做是前线当中的前线，世界拢会当看到这战争的危机。虽然要到这个大啖这个所在无遐尼方便，不过游客若会当有这浸水式的体验，拢会当感受到满满的战地气氛。 对，3分钟，我们就上去就直接往右边。规船的游客真欢喜，去伫岛的顶悬，这伫2019年真正是完全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这是金门的大胆岛，前线那边的前线。这里是一个就是很前线的地方，然后一定有它的历史的痕迹在。 大岛岛到底有偌前线？这个小烈士乡，敢若边大的小岛，离厦门就敢若4.4公里，就敢若真危险，挂伫中国的烟花。我们当过兵的感想就是认为如果那时候来这边当兵的话，真的是蛮辛苦、蛮累的，然后有那种。 两岸对敌的那种紧张感。1950年，中国解放军是独袭轰炸丁岛开始台，国军以无够3个连的兵力来迎战，结果打败敌人，做金门补给的命脉。大胆岛的位是真重要，因为安尼戒备搁较严，变作战地必经内面的必经。在2019年第一摆开放了后，因为疫情搁封岛，一直到2024年才搁开放。 军方对整个的掌控度，它还有一定整个国家安全的要求啦，所以当然有些必要的点，它还是做一些战略性的布置。重要性的点，比如说像声明厅、像身权查访，这些是比较公开的，我们也让旅客能够感受到大胆岛。金门当局强调讲，来大胆岛绝对不是来享受的，除了路程真麻烦，就要先到小金门才搁坐船。岛顶悬的设备嘛无完善，加上行程同款是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拄好就这会当来体验过去几十年第一级战地的艰苦。金门县是唯一有打过巷战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战争无情，和平无价。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包装，我们能够让整个大胆岛的开放是一种和平的一种象征。金门当局希望游客伫岛的顶悬回顾战争的历史，嘛会当对未来保持信念，做为守护无简单才得到的和平。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本地宣布要向加州大城旧金山派兵整顿治安，却引起民众反弹。伊23搁再解除取消一项决定，讲是飞台执行长黄正勋，也搁一寡好朋友甲可抗的，以后和旧金山的这个市长罗伟通电话了后，才做这项决定。 川普23日因家己的社群网站发文，表示联邦政府本地25拜六交派军力入去加州的旧金山来整顿治安，但是旧金山的市长罗伟是真客气，要求通话，请求予伊一个机会来改变局势。加上包括飞台的执行长黄仁勋、Salesforce 的执行长贝尼奥夫等等，这真优秀的旧金山科技界的好朋友打电话来甲讲，伊才取消拜六征兵的决定，再过来看情势发展安怎。伊嘛无袂记你点名罗伟是做唔对的决定。 因为若是互联邦出手，会搁较紧嘛，搁较够力。罗伟嘛宣布讲，川普取消国民兵进驻旧金山的计划，嘛表示讲市府会持续和联邦来合作，打击毒品和犯罪，但是袂配合进驻军队，也是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逮捕移民，因为这会妨碍城市的恢复。 We appreciate that the president understands that we are the global hub for technology, and that when San Francisco is strong, our country is strong. Today in San Francisco, crime is down nearly 30% citywide. 虽然讲征兵的行动暂停，但23川普派的100多个联邦干员已经到湾区阿拉米达的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基地，准备要加强缉掠非法的移民。抗议民众是聚集伫基地外口，和顶部警察发生冲突。
川普在今年6月派兵入去洛杉矶，对付反对掠移民的抗争了后，是真侪摆呛声讲要派兵去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大城。旧金山嘛是其中一个首要目标。这摆虽然因为科技大脑甲可能暂停，包括旧金山、奥克兰等真侪所在示威者对川普变来变去是保持警戒，持续去伫街仔路表达抗议。Does not mean that our work is done. We stay vigilant. 公司新闻室会长编译。美国 NBA 这个篮球联赛逼出跋筊拍假球的歹代，有超过30个人被抓起来。这球季都开始拍就出现这款的代志，联盟已经甲涉案的球员也有教练停职配合调查。面对记者提问无讲话，美国职业 NBA 拓荒者队总教练比拉普斯确定了伫律师陪同行出法院。迈阿密烈火队后卫罗齐尔伫客场出赛进前，也伫奥兰多的饭店轰掠，因为涉及一件甲欧邦相关的非法博缴案。This is an illegal gambling operation and sports rigging operation that spanned the course of years. The FBI led a coordinated takedown across 11 states. To arrest over 30 individuals today responsible for this case, which is very much ongoing. 联邦调查局长亲自说明，有几啊名 NBA 现役甲退休球员涉嫌达到几啊年的非法博缴活动，其中名人堂求请比拉普斯以伊的名气吸引缴客算客一网，可利用电工透视动缴。烈火队后卫罗齐尔涉嫌协助锁定投注算的人操控比赛2023年这场比赛，以一个人就场9分外钟都受伤落场，方怀疑来控制伊的比赛数据。The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cluded when specific players would be sitting out future games, or when they would pull themselves out early for purported injuries or illnesses. They relied on corrupt individuals, including Jones and Rozier. They also misused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long-standing friendships that they had with NBA players and coaches. 罗齐尔律师否认指控，强调伊的当事人毋捌加受伤，也是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代志。学者指出，最近几年北比四大这个运动已经有几啊名球员因为博缴防处罚，这件案件也为拄啊开幕的新球季打上乌影。That ensnared in all of this sports betting are active athletes and to an extent coaches with their unique and inside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leveraged by bettors, some with ties to organized crime. That has all happened, and I guess my answer to you is I'm a little surprised we haven't seen this before. 两份起诉书下伫布兰克林、奥兰多甲波特兰等地继续侦讯。司法部讲调查由原的扩大 ，NBA 发声明强调，比赛公信力至上，已经将2个人停职，佮全力配合调查。专家讲，所有的联盟恐惊爱强化内部规范，加强教育，特别是针对内部自行控管。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球过关竟然全人包上平息，要来拍通关哦！看我即马呢，生做遮尔啊缘投，身材遮尔啊好，遮尔有古锥，遮尔有人头前起叉是什么意思？想紧哦！像细细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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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人爱注意哦！哎呦！哦，我最爱看日本的摔角。
収容所の場所は知られてしまった。直ちに下の者に撤退準備と伝えよ。These 5 defendants have been added in the case of the Trench Gully Massacre. Will the defendant... 礼拜暗时9点，听海影，就伫公司台语台。为港之后，映照一道冷肃的心肉，用无数神秘的眼神，触动了眼前的对手。叮当的力度，刺来刺去，随后而来，是对比同源之中。神妙飘照。了永信节杜吉卡姆路。庙宇是百姓精神寄托。但我亲像庙公安尼，我就是开门欢迎大家入来。塑胶内底有时代演变。他会把这些塑胶原料，恁会用家己决定讲，恁要为叨一个角度去看塑胶件代志。有人亲身去问，有人用声音去记，这是咱的故事，咱的过去。他们都跟台湾一些独特的文化面貌有很强烈的连结。声音是信仰，是记忆；欢喜是思考，是感受。这个拢是咱伫台湾日子。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动物间谍这届的任务是要知影动物安怎伫寒冰世界生活，安怎找找真爱，用因的智慧请用视线。咱的间谍的名机要踮无啥人敢行骹到的所在，观看因安怎伫世间冰雪上介高的所在生存、永存。我有一个梦，梦必然到今维护这片土地。伫台湾有一位诗人。